负责人王延守所创立，师承台北农甲管制行的系统。所有的成员们都有各自的工作，他们在工作之余也非常辛勤的练习我们传统的艺术的表演。今天是96位来自纳达国小的小朋友以及3位武术团的关将手，将为我们带来传承的表演。中华二将，陈仪演将军，顺风耳将军。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。
嗯